樂壇小天后炎明熹舊年6月被指同無線就合約問題傾唔埋之後，就遭到無線雪藏近1年。仲有指佢無緣為人氣劇集《新聞女王》而唱片尾曲，工作近乎零嘅 Gigi 曾經喺社交平台上自爆感到迷茫而爆喊，但其實前景就一片光明啊！全因近日有網上消息指 Gigi 已經約滿 TVB， 並同內地嘅娛樂公司簽約，而且獲開出優厚嘅3無條件，包括冇綜藝綁定、專注音樂發展、可以拒絕參演劇集或者綜藝、冇版權壟斷、歌曲版權歸藝人所有、允許同步發行國語或者英文歌版本、冇地域限制、主力進軍內地同埋東南亞市場，仲提供1000萬元唱片製作預算。消息仲指佢嘅新碟將會邀請到李克勤擔任唱片監製，陳少琪、周耀輝親筆作詞，格林美歌手 John Legend 班底負責音樂製作。大碟以鳳凰涅槃為主題，雖然消息暫時未獲有關方面證實，但已經令唔少嘅樂迷引頸以待。此外 ，Gigi 嘅粉絲朱賢粉喺社交平台晒冷 po 出42首 Gigi 各錄得破100萬觀看次數嘅歌曲影片，其中位列首位嘅係2022年4月推出綜藝節目《聲生不息》港樂季演唱飛飛嘅影片，上月底點擊量已經有960萬。而朱賢粉近日加強攻勢，不停呼籲網民支持偶像，力谷突破1000萬大關。截至20號，呢條片嘅點擊量已經火速衝到992萬，Gigi 隨時登上1000萬點擊女王之位，為歌唱事業再添佳績啊！